1月中稻啊特别收成咯，烦恼讲风台来咯，台南后壁地区有农民是赶紧挂稻啊，各项原则种芭乐的农民有诶嘛赶紧慢慢的才袂损失。挂稻啊机器内底稻啊收一定的量了后，就随着去火车顶头。台南后壁无美乐社区的二期稻啊，原本差不多7成已经结穗，11月中要挂。不过真有风台要来，就惊亲像顶届凯美风台扫来同款会害了。一寡农民已经提早咧挂。安尼做7万啦，租金3万做10万啦，这挂6、7万块尔啦。啊，到了啊，目前有意欲的讲要挂做30万，这挂啦，加减完了无办法度。差不多搁伫迄个范围里头修行一下。啊，若风台来，风台来就算是新济啊咧，一寡车个因道，啊，要修就搁歹修，工资就搁起价，伫我的产能也袂当肥，也袂当炸。啊，嘛是记在风台机推荐。除了稻啊，高雄现在芭乐为甲包起来，到会当慢需要差不多50天。顶届因为3多2风台扫来，霜冻甲真严重，即届农民就先紧甲大粒芭乐慢落来，也袂熟的细粒子，就先用架啊甲固定，若无惊风会甲吹歹去。这是中果是阮上烦恼的时阵，因为中果的病，若去迄果皮若去风凹断去。熬等起了，基本上迄个芭乐就变作歹食，因为它养分的供应就会变差。啊，小果其实在前段它还没长大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折损，啊，就变成你后面的产量会影响。进前小连续2个风台扫来，南部受到严重霜冻，真正拄复原无偌久，即马有风台要来，农民除了无奈，也希望会当做好防灾措施，甲伤害降到上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